6位議員就本人嘅保護兒童議案提出修訂，亦都感謝總數34位議員分別發表寶貴嘅意見，大家嘅出發點係一致，都係希望保護每一位兒童，讓佢哋開心、健康、快樂去成長。莊豪鋒議員嘅修訂，無論係提高最高罰則、落實法改會嘅建議，或者係參考外國嘅法規去管轄人工智能深度偽造嘅色情相片，都與我嘅建議方向係高度吻合，因此我係完全支持。陳曼琪議員提出嘅研究立法規管拐帶兒童進行呢個罔顧安全嘅行為啦，以及研究同埋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其執行情況呢，我都係十分認同嘅。呢兩個針對性嘅立法嘅重要性，亦都支持曼琪嘅建議。至於鄧飛議員同埋鄧家彪議員建議研究立法規管或者限制兒童使用社交媒體，目前歐盟、英國、美國、澳洲等多地都有唔同程度嘅規管，我認為值得香港參考。故此我係贊成展開相關嘅研究，以審慎嘅方式檢討可行性。事實上，澳洲自去年12月起禁止16歲以下嘅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澳洲嘅聯邦政府網絡安全專員發表咗措施後嘅首份報告琴日點名批評5個社交平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 同埋 Snapchat， 話佢哋都冇採取好足夠嘅措施，落實好當地嘅規則，會考慮向法院提出訴訟，而訴訟後最高嘅刑罰可能係2.66億嘅港元嘅。鄧飛議員提到網上執法困難，我深感同意。至於管浩鳴議員同埋鄧家彪議員都提到青少年犯嘅虐兒嘅罰則，要做得更好，咁呢個係需要解決嘅問題，我都同意。管浩鳴議員提出嘅同黨同埋校齡欺凌嘅問題，受欺凌嘅兒童可能會出現缺課啦、成績下滑啦、有低嘅自尊感啦、長期憂慮、社交退縮，甚至出現自殺嘅行為。當局絕對應該加強諮詢相關嘅持份者，包括學校、老師、家長、社工、學生同埋有關嘅政策部門，共同商討優化嘅對策。我支持管牧嘅修正案。陳文儀議員針對前線工作者現行難以辨識心理虐待個案，建議參考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嘅指引，建議檢視強制舉報虐兒條例下邊有關於危及兒童心理健康同埋發展傷害嘅舉報門檻同埋相關嘅指南，呢啲都係有助法例中更清晰去釐定心理傷害方向正確。我支持文儀嘅修正議案。除咗鄧飛議員同埋鄧家彪議員，多位議員都提及到社交平台嘅規管，亦有好多提出咗好多外地嘅例子。而確定嘅規管鬆緊有別，涵蓋嘅範圍其實都唔係完全一樣。政府需要參考多地嘅做法，但係亦都當然要充分諮詢本地嘅有關嘅持份者，好好研究，先至做好一套打造做一套適合於香港實際情況嘅一個制度。主席我衷心感謝6位議員嘅修正案，衷心感謝議會所有同事嘅真誠建議。大家嘅共同目標都係保障兒童，減少虐待嘅個案，令到香港成為更安全、更健康、俾兒童快樂成長嘅好地方。主席，我謹此致辭，支持6位議員嘅修正動議。